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係我的神。首先呢，最近我成個月冇出片，因為實在太多嘢忙。今集呢，帶大家去太子食一間幾出名嘅燒味店，位置就係喺太子嘅砵蘭街，響太子站 D 出口呢，轉左，再行大約1分鐘就到噶啦。好多人講話佢哋最出名係燒鵝，仲有個出乎意料嘅例湯。好啦，喺入去食之前呢，麻煩未訂閱嘅朋友記得幫我訂閱，或者俾個 like 支持下我。記住唔好飛廣告，非常感謝大家。好啦，依家鏡頭前面呢，已經見到永合龍飯店。當時我哋一心想食乳豬同埋燒鵝，咁佢仲有燒鴨，咁就燒鴨代替燒鵝啦。今日食燒肉就代替乳豬。最值得講呢就係個例湯，雖然係餸啊，但係其實佢好有心去整個湯，感覺就係一啲味精都冇，又喺屋企煲湯嘅味道。佢係用個豬肺同埋菜乾去煲。我飲到嗰份誠意，絕對唔係 hea 煲。今日佢嚿燒腩仔呢，我覺得好差。其實最靈魂嘅地方呢，就係個皮，一啲都唔脆，同埋好硬，感覺似牛肉乾。如果今日失準係冇問題嘅，但係如果平時都係咁呢，就好大問題嘅。白切雞呢，我覺得幾好，冇雪藏味，絕對係新鮮嘅，咬落去仲有肉汁流出嚟，正正常常係一隻普通嘅切雞。叉燒我覺得佢做得幾好，我認為夠肥，同埋咬落去係爽口。燒味之中呢，做得最出色呢應該係叉燒，但係燒鴨呢，我認為就真係有種乾真真嘅感覺，我認為係唔合格嘅。我嘅感覺呢，永合龍飯店佢嘅出品唔係好穩定，佢叉燒同埋切雞的確係唔錯嘅，例湯都係超有質素，其他真係超級普通。人均消費呢就100蚊，大家俾得錢嚟食，希望睇完我條片呢，大家都心裏有數。好啦，今集就嚟到呢度。如果中意我條片，記得俾個 like， 未訂閱嘅朋友記得幫手訂閱，記住唔好飛廣告，非常感謝大家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